再来关心最近新冠疫情阁压起来，有民众反映买无快筛，嘛有里长伫咧网络问。市药署表示，当咧增加产量，这排货嘛会扩大到连锁便利店。若诊所医师是建议民众进前处理吨的快筛，就算是过期啊，嘛是会当使用。 不好意思，想请问一下，现在还有那个新冠肺炎快筛吗？很抱歉，目前加油快筛现在没有货。最近国内新冠疫情加悬，不少民众想要买新冠病毒家用的快筛试剂，家己做检测。不过，早几啊间药房拢闹空抓，甚至还有里长伫社群媒体铺文征求快筛试剂。有缺货中，跑了好几间的那个药局都买不到。 家用快筛试剂的话，叫货的话都必须要排单。像目前来讲，我们现在排单要排到6月26号以后，它才会供货。有诊所医师表示，这波新冠疫情主要的症状甲流感真相像，大部分会发烧、脑喉痛或者是咳嗽等等，要是爱靠快筛来检测才会知。厝内若是有过期的快筛试剂，要是会当使用，只要控制线 C 迄条线有显示，就代表会用力，要是有效。若是出现2条线，应该就是确诊啊，建议赶紧予医生看。 过期的6个月，甚至更久呢，事实上都还可以使用了哈，不用说因为它过期了就把它丢弃了哈。特别是现在呢，根本就买不到快筛试剂的时候，你就把以前的快筛试剂拿出来再用，都还可以用了。目前根据业者提出的生产规划，自本周起，家用新冠快筛试剂每周的产量可以达到疾管署预估需求量的2倍以上。市药署强调讲，家用的快筛试剂持续伫咧赶工制作，一礼拜的产量已经有到46万支。 另外，已经有联络国内连锁药房、甲超商等等通路的业者扩大铺货，民众会当去疾管署的官方网站，去新冠上新防疫专区来查倒位的药房有咧卖家用的快筛试剂。疾管署提醒民众，这波疫情按算6月中下旬会达到高峰，建议高风险的族群都要赶紧注疫苗，较袂怀着了后并发重症甲死亡的风险。公视新闻台北报道。